要来佚佗啊，足欢喜，足欢喜。嘿，你今仔日想要去倒位佚佗咧？全世界吼，东南西北，你想要去倒位？我想要去澳洲。你想要去澳洲，迄是南边。哦，你想要去倒位耍？今仔日是要拍麻将就对了。好啦，今仔日要去的所在，你可能唔捌注意过。唔捌注意过。对。哪有可能？哪有可能？来，咱来看，到底今仔日要去倒位耍呢？总统府。总统府，总统府，迄是我捌入去过，我捌。你唔捌，你捌，你捌，哎呀，是嘞咧，失敬。但是咱唔是要去总统府，啊无对，去周边的门、城门。城门哦。对，你唔捌注意过吼？迄敢有啥物好耍？啊，今仔日呢要去佚佗的所在是台北。东南西北的台北古城门，古城门，古城门，平常时吼，行过这个城门的时阵，可能拢知影，这是城门，但是唔捌去想过，伊有啥物历史、啥物故事，拢唔知影，可能呢，嘛是当做一个捷运的站尔。啊对啊，东门啊，啊，搁有啥？西门啊，西门、北门，嘿，小南门，小南门，嘿啊，对哦。所以呢，这几个门吼，到底伫倒位有啥物故事咧？今仔日就是爱讲这，爱去佚佗。安尼我有开始有兴趣。开始哦，多谢啦，多谢啦。安尼我叫我试正小堆台湾菜。来哦。吴准，小排好出来，你大排伊小排，大排我是小排，头一摆来哦，嘿，头一摆来，今日就紧张诶。来介绍一下。大家好，我是何一排。今日第一家呢，因为大排第一家，所以呢，请叫我小排。小排。啊，你定定来？啊，无，我嘛第一摆来。你今日头一届，第三届，第三届，头一届来。啊，我叫吴尊，看起来足趣味的。啊，嘛是今仔日嘛真欢喜来个食，学台语啦。你对厦门有什么印象？厦门哦，其实我是伫咧台北大汉的。我自细汉到大汉，其实真少听人讲过厦门啊，是啥物台北城这的话。啊，毋过我伫咧演戏的时阵，参像有演日本时代的戏，就会讲咱来去台北城。只有伫咧迄个时阵，我才有听过厦门。然后即马就开车嘛，开车大家拢知影讲，台北城一环导航就会讲。请在下一个圆环出口。这就是诶。啊，迄个时阵就讲，啊，这个问题，这是要创啥？我定定。有故事，有历史的，最重要的历史啦。你有研究？我有研究，因为我逐工开，因为我住新店，啊，我转去住的时阵，拢会经过中山南路、景福门。东门呐，啊就看，就看到哦，迄门就水的哦，我就安尼一直绕，半点钟就过。我讲那遐水啊，那遐水，哎呦喂，这门那遐水，哦，就用的。哎，所以我你确定你唔是因为惊唔知咯，唔知为多一个路口就会去，所以一直都阿细嘛。对啦，我就对你后壁啦。还讲嘛？啊，还有半门啊，半门，我嘛感觉就水，因为进前哦，就是迄有桥嘛。对。我甲伊跳掉了。你敢跳跳？边仔桥，我甲伊跳掉了，吼，我足水啊！新安门啊，我拢水起来，嘿，都水起来。是你跟跳。啊，你我准备好啊啦。嘿啊，OK。真正要来迄个厦门佚佗。去厦门佚佗，一定爱有专业的带路。咱今仔日的导览先生呢，就是台北古城门的专家。伊本身呢是日语的博士。平常是伫大学做教授，教日语。所以伊放假的时阵就是做导览嘛。伊的导览呢，日语、华语、台语拢会通。到即马已经做超过200场的导览嘛。哎呦，专业的。对，好，咱来欢迎我的导览先生、导览三导游蔡老师。老师欢迎。哦，我的
导览三刀流呢？老师来自我介绍一下。大家好，我是蔡宏基。皆さんこんにちは。私は蔡宏基と申します。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。いらっしゃいませ。嗨，咱今仔日有考核，是不是？你准备好啊未？好。好。台北城门倒位去？三线路西一日。哦。台湾上正经的路线是？就伫遮。赵老师你好。你好。你是日语的博士。唔敢想，唔敢想。所以你若甲日本人咧讲日语的时阵，你心内想讲，你这日本人日语哪讲了无介偌好？袂啦，无安尼啦，无安尼。我学的专业是讲教日语，所以讲我无可能日语比日本人较好。毋过台湾人也要学日语，都爱来找我。所以今仔日若日本人来，你要带倒咱，你嘛是专程拢是日语。是的。哦，这么厉害。拄仔咱的考核有讲，上正经的路线就伫遮。正经毋是正经八百的正经哦。无是啥？是啥物意思？台北城自清朝日本时代到即马，拢是咱台湾政治经济的中心。所以讲是上正经的路线。政治甲经济是，你对咱的历史建筑嘛足有研究。本来是咧研究台湾的历史毋过慢慢安尼知影讲，咱台湾捌互日本统治50年，迄当阵拄明治维新啦西洋的一寡文化嘛是透过日本来到咱台湾，所以讲咱台湾一寡较水较好的建筑物拢是呢受到日本的影响，所以讲即个台湾的文化甲日本的文化有足多的牵连伫的。城门算是建筑的一种啦，对，是不是？好，你准备好啊未？好，好，来导览哦，讲故事来去，欢迎蔡老师，欢迎。大家好，我是蔡宏基，今仔日呢要来介绍台北城的故事哦。台北城呢是清朝1884年的时阵起的，毋过无偌久日本人就来伊为着要起道路，阁有铁路，阁有做足大条的排水沟，所以讲咱即个城墙就慢慢甲拆掉，甲拆。即个拆掉了后呢，就变成道路，叫做三线路。咱即个相片呢，就是咱三线路北边的，就是即摆的中孝西路，中孝西路。哇！那是安怎叫做三线路呢？就是讲中央呢，做快车道，两边呢有正树的安全岛。搁较外口呢是慢车道，所以讲呢有三条路即个所在呢，咧日本时代，少年呢要约会、谈情说爱，无所在拢足爱来遮。伫咧路顶悬谈情说爱。无啦，因为迄当阵车足少的，足少，所以讲人安怎行拢无要紧。遐路较水。有一条歌，叫做《月夜愁》，唔知大家知影无？开始就讲月娘就在这个三线路。对，马上就知影，以前我唔知影啥物是三线路诶，拄老师解说，佮配这条歌就有气氛诶。班台人佮无来这车才路。你唔通靠。饮料拢买好人无来。安尼。所以讲，咱即马就知影讲，三线路就是咱以前台北城的城墙4颗连灯箍起来，迄个所在好，再来咱来介绍台北城的城门
哇，这个呢是咱台北城的东门。东门啊出去呢，就是接这个往上山，也是家人哦。咱这个城呢做啊足坚固的哦，啊用料嘛用到足好的。啊，伊这是古早时阵的样吼，啊咱即马呢，这个东门变安尼，哈。是毋是差足济？你安尼我就想要开车的啦。哎，啊，这个后壁就是咱看会到哦，是迄个总统府哦，总统府。啊，这个呢是南门哦，咱知影讲咱厝啊庙啦大厝吼，起发哦拢是坐北向南哦，所以讲南门呢算讲是咱台北城的正门哦，正门，所以讲呢做了呢哦，伊个规模呢较大淡薄哦，较淡薄。啊，这个南门出去呢，就是要通经理、木沙啊个新店。迄搭位啊，足侪物件拢会使送来咱台北城。哦，主要有茶米啊，啊个有火炭，哦，啊个一寡米，迄落生活的物资，哦，拢是按这啊位啊来的。哦，好，咱过来啦，后一张。啊，这个呢叫做小南门，啊，小南门。那这个小南门呢，你会感觉甲拄啊比起来呢，敢若城门较细对无？就细。这个是便门尔。方便哦，有人行搭哦，所开的门。啊，是安怎咱有这个门呢？是因为这个清朝的时阵吼，其实呢政府无钱，要起城呢是叫地方的头人，也是有钱人吼，来捐钱来起的。毋过呢，无这个城门的话，因都要经过西门，西门呢都要经过艋舺。其实上呢，清朝的时阵吼，邦桥的漳州人，甲艋舺的泉州人呢，捌冤家相拍，袂合，袂合，对。所以讲呢，邦桥人呢，无爱经过艋舺入台北城，归去吼，都甲做一个城门。所以这是有钱人、有钱人的任性。有钱人家己要起一个城门，互家己过就是啊。是，使安尼哦。所以讲，咱台北城呢有5个城门啦，吼。好，咱过来看后一张。这张啊是西门，西门。古早时阵呢，来看一下吼，是亲像安尼。即马呢变安尼。这哪会变遮细着？这伫倒位啊？因为基本上我刚知影讲，西门已经拆掉啊，找无西门对无？来后一张看一下。伫遮？那敢不看啊？这是。你经过无看过呢？对啊，无看。这是秀一个过去都無看啊！中華路的正手邊，咁是迄個 KTV 啊，衡陽路，是 KTV 邊啊，KTV 邊啊，一個，這個吼是咱咧創一個紀念碑一隻呢，就是因為古早時陣的城門伫遮。講一個位置，講一個位置，做一個模型，互恁看一下，安尼，真可惜啦，就是因為日本時代，要造路，是起鐵路，結果呢，咱這個城呢拆掉，日本人拆的，對，咱這個西門吼真可惜，因為吼，迄當陣艋舺好野人足多，所以講這個城門吼是咱內底吼。所有的城門內底吼，起落上水的，對啊，叫寶城門啦，就是講，就是講你個寶物吼，規大堆啊，攏咧遮，咧意思，毋過拆掉啊，拆掉。好，咱過來看後一張，這個呢是北門，北門，北門嘛是足重要吼，因為外國的勢力如果要來攻打即個台北的時陣呢，倒一個港口入來上緊呢？淡水。家人還佫無夠近哦，淡水上近。淡水上近，所以講即個台北城的北門出去吼，接延平北路，就會使到大稻埕，就會使
按淡水河呢，就会使到淡水。哦，所以讲呢，迄当阵呢，即个咱要顾即个台北城呢，北门真重要。哦，所以讲即个所在城墙呢嘛做较高。哦，那即个你看即个城门楼嘛是直的。哦，那后别人啊，敌人啊要来讲的时阵呢，足歹爬入来，对无？有迄个军事的作用就对啊。哦，啊拄仔呢，咱来宾呢有讲到，迄落城呢，以前呢是叫一寡天桥吼，叶条的，叶条。咱即摆呢看起来呢足清爽的吼，啊即摆呢变成是咱台北市的大门，吼，是安尼，吼。来，咱来问大家吼，这是要创啥？这是城门，顶悬有大铁片哦，是有啥物作用呢？大铁片，铁片的作用吗？是，因为人的大庆字，庆字，对吧？伊迄一空一空应该是庆空吧？无，这就去啊，就去啊，是洪水，洪水惊会漏水的。风水，唔对，唔对，为着要好看好看，大唔对，那有种代志。你有者，我感觉就是一种保护的象征。对啦，真的，军事较有关系吼。事实上来讲，一个城门吼，拢是用石墙围起来吼。啊，你真正用大炮、庆子敢拍过？无办法，有当时啊呢，就用火攻。吃火箭啦，还是燃一寡迄落汽油啦，吼，要来攻击个城。所以讲爱搭铁片，这甲盔甲的关，对，甲迄个意思是同款。台北城的介绍呢，就到这，吼。咱煞呢，咱就要来请大家。有好食。我啥物咯？我想要食北门口肉丸。北门口肉丸，你咧想要食啥？我想要食啥？台北市有啥物有名呀？有迄个东门黄妈妈米粉汤。你咧？西门的米粉汤。米刷，你拢标的啊，老师用标啊。小南门的豆花，小南门。我继续给他什么时阵？大家要加进前啊，先爱约题目，出题目吼，大家约看卖。来哦，城门好看，阁好食。咱有看到这盘仔内底有啥物物件？这啥物物件？这蚵仔壳嘛。这乌糖吗？乌糖嘛，再个红糖。这猪米是。这是猪米是。猪米啊。较圆有猪啦吧？你看这，甲咱的城门有啥物关系？咱的城门。大家约看卖哦。你使加看卖啊？加看卖，我就会无喙齿啊。应该就是当初是有无？大家淡仔咧建设这个城门，因无物件好食，边仔摆摊拢摆这个蚵仔煎的。你当阵就有蚵仔煎？真系哦，足简单，你真的啊，一盘你就食。这有蚵仔壳，蚵仔壳啊，伊这猪米嘛，伊会去磨米浆嘛，淋一粒。有道理呢。本来就是爱食甜，大家爱食甜的啊。蚵仔壳会当拆落来了后，甲伊磨做的是粉，还是甲伊拍好水，去做城门，还是骨头瓦壁。我想你有，你想你有诶，我想做城门的材料，对，做城门建筑。我应该是迄蚵仔壳，就放糖，放鸡，放做伙了，有，放去电锅嘛，吹，我听你老爸讲，出来就安尼，你讲蚵仔这是创意料理呢？嘿，我是安尼有诶，猪米糕。唔是这三项到底甲城门有啥物关系咧？咱来看，答案是。阿摩头诶，叫你讲对，小宝仔，你好厉害，你够厉害，你有蚵仔壳好食，你有蚵仔壳。台湾吼，郑成功进前吼，在明朝的时阵吼。咱台湾北部这个荷兰人
啊，搁有西班牙人吼，来统治过。荷兰人呢，咧台南呢，去有一个足大的城吼，大家敢知影？叫安平古堡。是安平古堡。那这安平古堡呢，迄当阵呢，无咱即摆的安门图吼。所以讲呢，迄当阵呢，用因荷兰人的技术甲砖甲砖呢，甲连起来，就是用咱拄啊这3项物件。迄个蚵仔壳呢，甲烘过呢变，就会变成石灰。红糖呢，甲煮的了后呢，就变成红糖糕。糯米呢，甲炊熟了后呢，糯米。因这3项物件拢有一点仔黏性，搅悄悄的哈，会使作为这个安门图的作用，啥咱叫做安门图呢？是因为这个荷兰人迄头毛拢红色的，所以讲咱自以前到即摆呢，叫荷兰人拢叫红毛人，所以讲这个图是因发明的，咱就叫红毛图。是红毛图，慢慢啦变成红门图，红毛。哎啦，外口来咱那乌白讲取迄个绰号啊，伊若红毛就红毛呀，红毛伊早来伊就叫番仔火啊。对，是真正吗？番仔拢乌白讲叫番仔火，外国来，对外国来。哦，袂使食哦，还有一题哦，还有一题哦，什么一题？有一题哦。题目是哈？拿，对啥？拿，对拿，大拿继续拿。你爱考什么？这个拿是甲厦门有啥物关系呢？甲厦门有啥物关系？这有啥物作用？这就是安尼。对啊。安尼。迄个时阵有无？是咧蚵仔煎，伊煎好。真好。你是外送打出来的。迄个是谢，吴博义，迄个时阵吴博义。我这个叫博义啦，来。但你足久啊，呢，要几工啊？是来，是安尼吗？这个唔是。这不是哦。无这是安那？边啊有目睭呢？有，这哪有目睭？有历史的痕迹。伊咧吊咧城门遐，对无？若是有外国人来看到敢若一个头安尼，然后摇伊会惊。威吓作用。对无？因为头敢袂受到。伊说有目睭，因为远来看到啊。我伫咧城门内底放武器，放弹药。炸药。放炸药。唔对。还是挂伫咧城门。有政府官员讲，钱摕来啊，人民就钱放内面啊，钱就放内面。收税的。官员就安尼收走。收保护费。应该是。咱来看到底这是竹拿有啥物作用？来，是正城偷食布。哦，是安尼啊，因为是热气球，是不是？对起安尼，你去城内是不是爱有通行证？唔是通行证的问题，以前吼，台湾吼治安无好，足多迄落贼仔，即寡人呢，惊讲会攻入去城内啊，所以讲吼，日头啊落山吼，这个城门就关起来，是有门禁啊，是不是？对，过时间啊，过了时间啊，这样阵呢。就会使用拄啊迄个拿，坐伫拿内底，坐喺拿，唔是迄个啊，我会当坐尔，才就因两个，迄个啊，我会当坐个，来，小牌当然无，小牌无问题，这小牌无问题，我感觉，你叫者，我叫者，老师到顶，这是无啦，唔是啊，这也登去啊呗啊，拿三。哎呦喂！真正会使。过来先过来。那个当啊！伊这个袂落底呢吼。那你真好笑人啊！哎呀，个白酥啊啦，你看伊这袂落底，你看。对啊。伊因为这有加强，有加强，我有贴布、贴布。是我试看卖。你买好。你讲，好啦，因讲好啊。
你入去看卖。有准入去。啊。立地哦。唔是啊，这已经无阮就挤落啊。你挤袂落，真个挤袂落。我看起来敢若咧变色。我知，尻川先入去，尻川先入去，尻川先入去。耗子会使哦，耗子敢会使哦。来试看卖，试看卖。我才散着摆。对啊。会啦，看起来会用的。你看，哇！等我讲一个，我要登去啦，啊门关起，老师倒加讲一个，这边啊，紧嘞，按着讲起来。这个来这个哦，这都会变大。你敢做？我入城，我来卡掉，我来跪卡掉。等，你来卡掉。你搞你搞切。来，用力。哦，这我多。无可能。我这忝。你这登去一抓就困难的啊！哎呦，以前的人哦，无呢食较好啦，所以讲哦，人哦，老师讲你想该大颗啊，你记袂？你讲我大颗。你这是上问题哦。较早的人无啉手摇饮，较早。我会较早登去城内面啦。城内面。所以因若要甲扭，伊就是靠这手啊。你会使。啊，顶管个白手啊，你扭过吊起来。拄啊有讲吊物件还是吊钱啥？较像影是共一种方法。你当阵嘛是安尼啊？店已经关起啊，吼，啊有人要甲买豆油啦，买火油啦，还是要买漆啊，用这个然后钱放入去，放入去啊算无问题，无问题了后咧，豆油再甲调落来。我之前读高中的时阵，嘛是安尼吊钱，去边仔饮料店。就甲那个电话讲，我要买什么，钱就放内面，饮料就放内，我就安尼扭啦，扭起来，嘿，就分哦那个同学不一定，一个人加收5块。我之前高中时安尼，是你人头脑呢，好啊，顶个一礼拜就抓着。好啊，台北城的故事呢，就到这到位啊。OK， 谢谢。真精彩呢！我当作车门安尼讲2句就无安尼。你拄开始，你是不是真正拢觉得好像无啥物兴趣？我想讲车门是要耍啥啦？车赛就过啊。但是是不是看到古早时阵的相片，感觉就感动。才知影较早咱咧讲迄个城是真正有迄城墙，围起来。你要出去无啊简单，你要经过迄个城门，36把刀呢，成本鸡蛋糕。而且每一个城门哦，伊的造型佫无共款，亲像北门，拄老师有讲，因为军事的关系，所以伊是直的。啊，佫西门迄就因为做生意的关系，所以迄西门起了足大的嘛，足水的。但是我嘛是第一摆看到迄西门。细细的边啊！我后摆去西门町的时阵，去踅街时，我会甲伊翕相。对啊，我爱去。伊就古水的，因为三个门都看过啊，就是迄西门无看过。真的，系啊。而且我嘛是第一摆讲，拄到迄老师讲啊，你摇到有物件食，伊拢无摕物件。对啊，等你动作无代志啊，拢无代志啊！我今仔倒咱甲遮有知识，安尼就好啊。你有食到啥无嘛？大家莫激动，上好的物件爱压到最后，嘿，咱就最后，等者有甜甜的会当食。安尼哦，对啊，因为老师哦，今仔日伊坐车来，无法度传遮济好食的物件，但是伊好朋友有甜甜的。对啦，哪有好朋友大家讲啦？听讲你的好朋友是一个官员哦，高级的。伊毋是大官啦，毋过吼，伊开一间店呢，做足侪好食的物件，互大官食。嘿，咱请我的朋友出来。好，伊就是台北城内底超过70年的咖啡馆的
头家牛是俄罗斯风味哦，有吃过无？敢若捌听过，听过，但是真正会食过。咱来邀请伊的头家牛，欢迎简静慧阿慧姐。阿慧姐，头家牛。大家好，好朋友你好。はじめまして。敢若无啥熟呢。我就先来讲，你无爱好朋友，两个人造型差不多。无有。头家牛这个气质足生活配。歹势，我唔是头家牛，我是头家。哦，头家。原来伊是头家牛是伊啦。我真知呀，你爱讲，我都唔知。知啦，会使坐吗？好，谢谢。老师今日你穿粉红啊色，敢若甜心共款。系啊，芭比。声音嘛就低的。所以是伫咱台北城内底开超过70年的咖啡店。无唔对，刚才阮是，若是讲为上海来算起，今年是101年，啊，伫台湾算起是74年。哦，所以你一开始你的店开在上海？伫上海。哦。1922年的时阵，嘿。哇。 1922年，唔是我开的，嘿，我无102岁。所以是这间哦。是这间对。明星咖啡店。明星西店咖啡店。头家生甲明星共款啊。真诶。对啊。今仔日透早来，我淡薄咧化妆啊，伊家己伊就来啊，行过，伊拢咧发光咧，安尼锵。伊讲伊细汉的时阵啊，大家拢以为伊是外国人，就有混血俄罗斯的感觉。我唔是罗西亚的人，我嘛唔是头拄仔讲迄红毛的，古早嘛人讲少济讲我是红毛人，刚才我是正港的台湾人。是啊，你就有气质，你就有气质。听讲你的点心啊，你的咖啡拢足好食，足好啉哦。 是毋是爱就菜啊啦？点心爱来以前，应该毋是爱念一个诗吗？爱念诗，但是不是爱念诗吗？老师啊，你那话无讲我好势啊！嘿，咱今仔日有准备足济足高级的下午茶。我念诗来，我看到点心要念啥，紧甲我讲。切都袂使。来，但是我甲你讲，咱先认明一个，这是台式的马卡龙。牛粒是毋是？ 唔是，这拢唔是阮的号名吼，这拢是有故事的。上顶头迄个是叫做“淑女的手指”，淑女手指。手指，手指头啊！啊是为什么安尼好呢？就是咱来登去咱74年以前，就是民国38年迄个时阵，这个点心吼是。 为法国迄边引进的，迄个法国对马卡龙，少女的酥香嘛，伊那个变手指。因为少女的酥香吼，阮老爸讲吼，迄无文雅，所以得合作少女的手指，嘿，是安尼。好，这是讲有足济点心，但是呢，伊喙软拢流出来啊，想要来考试过关了后，就会使食。哪食哪听头家个介绍。今仔日咯出一个题目是巧克力豆的。巧克力豆，巧克力豆的滋味，就爱。来，看下面念一个啊。来，我来念诗才有通食。来，我后面我大声，我大声。唔是念诗尔哦，你爱有甜甜的恋爱的感觉，越肉麻越 OK。啊，接棒，三个接棒好不好？三个接棒，接棒。要食这物件，考试这尔济。哦，讲一半，今次就袂算。好，安尼是无你先。小佩来，你敢若就厉害。好，来，互我10秒钟来试看卖。哦。好，来开始。巧克力豆的滋味，2月14，吹过一阵是西洋风。巧克力豆，爱情的滋味。巧克力豆参与阿君仔的情谊。好，接棒，原来哟。好来，请阿君仔。就你送的巧克力豆，来水内面
小一点安那念，安尼温温啊，滴滴嘴嘴内，哦嘴内，滴滴滴，心瓜头嘛，滴滴滴。哦，好这个，来接棒。送一粒，给阿君啊试滋味。哎呦，搁甲阿君啊จิ้一喙。哇！阿君啊笑眯眯，甲我的衫掀落开。这个时阵我准备好啊，因为我甲你来相随，不是，你两去啊？今摆等你精彩呢。不是，你搞我这衫你大做无，不是安尼写的。无这样，无这样，笑眯眯讲阮好情义啊，看唔到。好啦，哎，老师，两位老师过关吗？过关。就多嘛的。哎，你唔是要食巧克力豆吗？巧克力豆，嘿，这个巧克力豆是伫遐。哪讲哪只？啊，巧克力，嘿，是这哦。迄个巧克力豆是台湾头一个诶巧克力豆的鸡卵糕，头一个，台湾，嘿，你试过。因为迄当时咱就爱搁转去民国38年迄时阵，迄个时阵吼，台湾做生日拢是用啥？低卡米线对无？对，无人用手头，嘿，你变死啊！耶，哎，所以吼，迄个时阵无人用乌色的物件来过生日，来过生日。伊食落足感动，你有讲者，足感动。我紧来收惊收转来。我感觉伊的巧克力豆诶是足顺的，嘿，巧克力豆的味就很厚，就安那讲，足高嘛，足高的。啊，搁迄个奶油是无共款的。伊奶油你食看麦，是足特别的。无共够好食，足顺的呢，足顺的，啊，有点仔咸咸。所以若要食巧克力豆，一定爱食阮明星的巧克力豆。啊，搁这个有故事，这本来这个巧克力豆叫做魔鬼 （devil cake），啊，刚才 devil cake，right？但是阮足巧的，阿爸。一台叫做 Angel 天使巧克力，卖做恶魔，爱做天使，天使。听讲内底还有一个叫 First Lady's Cake。First Lady's Cake 是啥物原因呢？哦，你讲这个吗？这就是这个吗？都是这个，嘿，这个就是你的，就是你手提迄个。是啥物故事？俄罗斯软糖，哈。真正是俄罗斯的，正经嘿，这不但是咱台湾的总统夫人爱食的软糖啊，倒一位，都是蒋方良女士她最爱的，因为伊是罗西亚的人，这个软糖啊，你嘛是你苏联嘛是皇帝甲皇帝娘上爱食的，啊伊真惊烧，伊唔惊冰，伊唔惊冻。你若食冷冻起来，安怎食上好？我上爱台冷冻起来，冷冻伊袂冻去哦。你食啥物感觉？我感觉咧食魂同款。食魂，嘿，你这个形容词袂歹。啊，你刚才食啥？刚才食魂，啊，敢若食棉花糖的感觉。棉花糖，但是诶，足甜的棉花糖足好食。你咧？我咧食的时候，你看。伊的 QQ 啊，对哦，还是乳胶床垫。在食啥？食婴儿脆配。婴儿脆配，我晚上看了。这跟外国的棉花糖是无共的，是完全无共。足 Q 的，啊足 Q 足绵的。啊，你敢知影？这个有一个故事，你讲这几年前有一个。这敢若咧食头家娘，这个过程一模一样。我唔对，这是我发明的，这是火龙果口味。来这个不会食啊，你对，嘿，这个口味是完全无防腐剂，所以你食了就安心的，嘿，啊个就营养的。
食滴滴，搁爱啉咖啡，拢有咖啡吼。食滴滴毋是最好，最好啉咖啡呢。袂歹，这嘛是恁家咖啡。阮家有3种咖啡，可能浩子啉的是阮传统的，啊，即嘛这美女啉的是周梦蝶，就是周梦蝶老师。周梦蝶，嘿，你可能诗人，嘿，啊，您喝的可能是3毛的咖啡，3毛，嘿，对。所以你讲的这诗人甲作家拢捌伫咧恁的店啉过咖啡，无唔对。哇，哦，所以总统府里嘛去恁店食你的这个点心，嘿，唔是干那点心尔，还有用餐。因为阮老丁还有用餐，所以伊去过恁店几摆？哦，太济摆，介济摆，我算袂清。是以前的大官夫人、总统夫人，也是重要人物，都会去头家的店来食物件，就是。是。哇！啊，转去就会使炸阮的乌米包啦，吼。佳木啦，啊，巧克力豆的蛋糕啦，转去。阿伟姐，你的咖啡店是毋是适合相亲嘛？因为若是适合，我就爱去。哦，爱去，你适合的爱前来。嘿，你随时拢会使来，随时拢会使相亲。讲到相亲，咱老师是毋是捌去阿伟姐啊？迄个景点约会过？哦，对嘛。你讲，有成功吗？敢有成功？啊，我迄当初也无。甲迄个头家吼较熟啊，所以讲吼啊是较早甲伊较熟吼，我即个就会做会成啊。结果无成啊！你迄讲啉什么饮料，点什么嘛？就是拄啊阿辉姐啊讲的哦，有迄个苏联的迄个汤啊，哦罗宋汤，啊，伊即个汤，啊，即种较稀奇啊。迄当阵台北市内。咖啡厅无几间诶，真正。哦，结果嘛是叫走去啊，加讲。你无食到巧克力豆。我今仔日听到足侪故事，队长啊，气盛小队诶队长，你来讨论一下吼。咱讨论。啊，咱来食滴滴等伊诶结果，好无？啊，这个城内底，这个70年的咖啡厅啦，嘛食到嘛啉到。你感觉咱敢有需要对这个团去佚佗？我是敢若需要。你怎么需要？因为迄台北城内面吼，有就较早以前足侪故事，而且内面佫有迄人情味，而且吼迄物件吼拢是保存的足古早的，安尼啊，我就想要去看下。哦，啊你？我是感觉哦，这咱也是住伫咧台北的哦。你用8点档迄个方式来分析者。我是安尼感觉啦。嘿，安那？既然咱哦，拢住伫咧台北。是。而且台北城就伫咧咱生活四周围，你无去看卖，这敢会行个？讲袂过嘛，对无？所以我是认为啦，上好是愈紧愈好，咱来开一段。这当然西北4个门拢去家行看卖，对无？是。啊，都有上重要的。哎呦，头家引导的咖啡厅，给我包落来。包落来。去啉，你去食，全部拢算伊的。我来当主任。啊，你个这个在那走。够啊！我去救济。多谢头家。啊，你阮集团决定啊，要做伙来佚佗。耶！我等你哦，多咱先生蔡老师，啊，搁有你的好朋友阿伟姐，啊，多谢2位佚佗小队的朋友，多谢队长。啊，观众朋友啊，你若是有趣味的故事，欢迎来嗨嗨多咱先生讲互大家听。咱后日上回，拜拜。